那这次成立习食平台的功能，就是希望说，摊商呢，针对我们一些品相比较不好看，但是还可以有它的实用价值的，可以继续使用的，我们也用这个部分啊，透过这个来有一个习食平台，让我们弱势的家庭呢能够得到一些协助。另外，村里关怀据点的部分的用餐，也可以透过这个部分呢，也可以提供一个食材。市场收大了吼，1点到2点的中间哦，开放给咱的迄个公益团体每天来这里把这个储存的东西拿走，哦，那隔天又有东西会再放进来，哦，保持每天都有新鲜的东西在里面。公益团体也每天都有东西可以拿去照顾弱势。卖相不好，为了单调怕剩，所以阮就放咱家习食平台互这发展协会这。阮有几啊个你来退过啊，因发展协会有这个构想嘛足好，来阮会当甲跟斗3工，这嘛是算讲我一种回馈。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台南市习食平台自108年7月从东菜市场开始布建，今年8月即将设立第19处。期待每一份食材都能妥善利用，将减少浪费的信念推广至社会各处。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这个习食平台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讲咱菜市啊吼，到休市的时阵吼，进前拢有一寡有一寡吼无卖出去，卖无还是卖相不好，小可客着，但抑阁真好用的人去买人无买结果呢？你也讲单调做厨余做粪扫，这是伤浪费所以会当用的会当食，咱就爱捡拾。你就知影讲我做捡拾的所以我们用这样有捐赠冰箱我们建立爱心习食平台，把这些 NG 品还可以用的、很好用的、还没有过期的、很好吃的、很好用的通通冰在这个冰箱里面。那我们让社福团体就可以来取用这样子的话，一方面几款物件会当物尽其用；第二个，社福团体它减轻财务的压力；第三个，减少环保局很多这个生垃圾生粪扫还是厨余的压力。这个是不过会当食的未害、未发酵、未臭生去的拢会当用的，咱就来用这习食平台我是感觉讲非常感谢大家做用心的，把咱的东菜市打造成一个上有特色、搁上环保、搁上界赞的一个大家咱的市民朋友上爱来买物件的所在，而且感谢大家。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9月2号礼拜5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应用南区古稀中会区人口快速成长，不过停车场有限，所以议员罗坤福5档前就争取在86线桥开限地空间，目前已经开辟100外汽机车停车位。在市政总这时，伊嘛进一步争取部分的空间来作为溜冰场。议员罗坤福5档前建议在86线高架桥卡空间活化议案，伊讲经过被第5公路总局调栏到找立委协调，目前立期已经完成的过程实在相当感慨，因为选举之后竟然被港区的议员挂伫我尾。总决选当中，除了要求市长主持公道，嘛强烈要求除了汽机车停车位以外，溜冰场或者是图书馆等用途，买纳入规划当中。迄5档前就一直开始，一直一步一步安尼直直行来。你向人即马做好去一个勘察，讲伊做，这敢有公道市长。咱86这6块停车位做了。后壁的这部分遮2地3地，恁要安怎规划？你会当即摆讲一下。我有甲你建议讲，你若如果当落去规划做图书馆，图书馆，或者是溜冰场，或者有其他的一寡用途，我叫恁来规划。我甲议员报告这图书馆的迄个情形可能无，溜冰场即摆你向溜冰场。溜冰场搁要做啥物？
小孩子的那个游戏场所吗？一些体健设施，那也在跟地方有一些共识，比如说也会做一些你看我拢出一寡图，你看你有看？有啊，书店。南区记忆段中卫区近年来人口成长快速，不过都市计划会当规划停车场用地毕竟有限，所以为了改善当地已经有500多户停车需求，第二湾争取总算由南区公所领用开辟，后面将相当减配。不过因为要部分空间，所以才进一步争取希望彻底活化。台南新闻阮吉林跟采访报道。参与政治已经29档的议员林荣义，这届并无寻求连任，而是传承予伊的后生，所以伊伫最后一摆总质询，甲官员都有侪温馨的互动，而且市长对伊认真问政嘛表达感佩，当场答应永平街路边经费将会动用第2预备金优先处理。担任5届永康市代表2届议员的林养义，政治经历已经29档，因为将交棒予后生，所以任内最后一摆总质询，以点名所以及主管，伊讲为了争取地方建设，有当时讲话有较大细声，希望体谅。这款良好的互动加彼此尊重的问政风格，互气氛相当和谐。当然，会中将对永平街等路边改善、永康铁路地下化的加速推动，以及新设永康篮球场等建设，也是一一对中。对此，市长将对路边加篮球场的部分，嘛当场答应一定会做。这个是局长，你爱看一下，公务局长啊，简单好啦。这伫阮永康探索公园、永平街探索公园迄个英华路遐嘛。永平街伫马市的。哦，这最近有去勘察过啦，啊，确实无好，所以我嘛，我讲你听啦，逐公所讲无钱啦，逐恁讲无钱啦，恁有若是老回答讲议员，你做足济啊，我做哪做足济啦，我是有做包厢呢。这有决定要这个改善，这有这哦，迄个当我呢？你著讲上尾一遍质询哦，其实嘛袂当失你的礼啦，哦，我用我第2预备金先来优先来处理。用你的西车啦，好，感谢。是啦，这是要第2预备金是要救命的啦。哦，比如讲天灾地变，是要来救的，你也看，即摆先来处理。永康因为交通甲生活优势，人口持续进驻，目前24万人口已经是台南上济。所以议员林养义强调，本色的处理甲焚化炉臭味的污染一定要彻底改善，并呼吁牛省做会到，就来做好地方。会后嘛，甲市长等以及主管协商，留下毕业商场面维宪。台南新闻阮吉林跟采访报道。议员李定国伫总质询，质疑农田种电不只关系到粮食问题，更加是良心的问题。伊认为供电工程的基层真侪拢是白铁啊，白铁啊抗久嘛是会释放重金属，造成地感的危机。因此强烈质疑，民进党推动渔温啊甲农田种电是违背良心、危害子孙。针对政府推动太阳光电发电替代能源的政策，议员李定国徛伫地点的争议，伫总质询当中甲市府交换意见。伊表示，基层用白铁材质抗久也是会生产有用出锌等重金属的顾虑。烦恼拿大量使用越南的钢材来设置气温，也是农残，长久以后会有致癌的危机，甚至讲出是血缘子孙，中央甲地方共同违背良心。太阳能光电发电是政府的一个政策哈，它用来附着在建筑物上面，它其实对地方的土地的污染，其实它是有限的，而且也不高。但是我们把太阳能面板，我们放在渔温。我们放在农田，这个是我们在制造食物链、食物的地方，我认为它可能已经违背了一些我们所谓的良心，而且是中央与地方共同违背良心。白铁它无毒吗？白铁它非常的毒，它会生锈，会产生所谓的红锈水，它里面有钼重金属，它会污染我们的土地，污染我们的水源。6氢镀锌，它本身
一般都适用于我们的钢桥、铁架，或是我们的钢骨等结构，包括我们的现在的美国的金门大桥，我们的屏东的大头湾都是使用热锌镀锌，它的耐酸度还可以，但是时间久了，它还是一样会反白，那个叫做锌反应。它在水中，其实也会慢慢释出它的所谓的有毒的金属。面对议员的言论，敢是危言耸听。其中以其他先进国家甲基地台当初的争议为例，强调也是爱相信科学。所谓的这个太阳能重电地面型的，不只是甚至水面型的，因为你刚刚提到说你开始关注这个议题是水面型的。对，这个其他的国家，我相信他们的政府也不会比我们更不爱护、不关照他们的国民。是，这个部分不是只至于台湾，对，其实其他国家也都有。好，那我不认为说其他国家他们要故意去毒害。好，那当然您提到这个疑虑，我们也去监测。会中李定国嘛，以回顾担任第3届议员以来，包括补助努固大楼公共设施的维护、夜间灯光式的路标、回到市区停车基础收费以及中孝路拓宽等等，以感谢市府提出建言替地方建设。台新闻军志林光采访报道。迈入第4届2022台南品味酒2号伫大台南会展中心正式登场，为期3天的活动，展出茶、酒、咖啡、美食汽车、户外休闲、艺术珠宝等等的主题，吸引上百间厂商参展，有超过220个单位。请用剪。2022台南品味周第2号盛大登场。这次的展览展出茶、酒、咖啡、美食、汽车、休闲、艺术珠宝等5大主题，希望造福民众一个采港看展好所在。尤其这座大台南会展中心是全国目前上新、设备更好、交通更便利的会展中心，因此也吸引到真侪外地厂商来这设展，行销公司产品。这一次的展览很新鲜，这个场地是非常先进。比我之前的那个在仁鲁那边的厂还要先进，我希望我的咖啡能继续推广下去。我们首次来台南，以前就是在南港的南港展览馆跟高雄，那这个空间整个规划的算很漂亮很好。我们展出的就是禅柔运动，我们这次是把养生器材跟养生食粮把它结合，所以说你能够养生做器材以外，你还可以吃得健康。主办单位工商时报社长陈国伟表示，这次参展厂商超过100间，展出单位总共有220档。另外，也有真侪外国友邦做伙来参展，和这场展览更加了异国风情。这回总共超过100家厂商，总共是220个摊位，事实上规模是还不错。我们希望，因为今年大家这个生意满满，所以明年会更好。参加会更为踊跃。那第2个特色呢，就是我们这回有包括美国，包括有印尼，包括有德国，包括有南非，还有史瓦济兰这几个国外的友邦来在这边来展览。我们希望在台南也有异国的风味，给台南的一些民众。除了台南品味周的展览，伫隔壁展场，还有2022台南国际历史产业展，民众来到这，就当了解台湾各种历史产业资讯。在这个展览中，介绍了绿色产业的一个发展，还有绿能的发展，还有最重要的是绿色的运具，包括全电车，还有包括其他下个世代未来的一个概念，包括氢能或其他的方式。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对于环保产业就是说怎么样去对于一些生活上或产业上所产生的一些废弃物，然后它怎么样透过循环经济的方式能够再利用，或是能够干净的这个移除，而不会进入我们的食物链和生态系中。这样的话，对于我们地球的保护，还有这块土地的环保有很大的帮助。除了实体展、研讨会以外，台南国际历史产业展也会公布开办1个月线顶展，民众抢望嘛当线顶看展。台南新闻张硕维
采访报道。咱先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香喷喷的月饼出炉了，不管是栩栩如生的兔子，还是印着中秋团圆字样，怎么看它就是月饼。但其实这是精心设计，因应即将到来的中秋节，特别推出的手工皂月饼礼盒。依照不同客户需求搭配，选用国外进口有 SGS 认证的天然精油皂基，每颗都是下定才制作的复方皂，让手里的人既不会造成体重负担，用了还能滋润皮肤。我们精心所调配这个月饼精油皂比较特殊，就是说我们针对这个皂的设计是用途是做洗脸的，还有洗身体的。那用在洗脸的部分，我们是针对像这个上面有一则姜黄跟藏红花，跟这个小马是比较属于混合性肌肤，而且混合性肌肤有些是皮肤比较偏干。那偏干的话，我们的里面的皂基就会添加一些天然的氨基酸，让它洗完保湿以外，还能让它滋润一点。那一般的皂呢，他们就洗完可能就是保湿而已，可是等一下就变干了。那但是我们的皂不一样哦。就是洗完之后，它就是因为是复方的关系，所以它可以发现，就是他们发现他们的精油皂的一个滋润跟保湿的一个功能。那洗身体的话，它会针对皮肤等一些去角质，跟皮肤我们形成长期这样洗精油皂，其实的好处就是说，让我们皮肤再形成一个保护膜，增加一个保护力。那洗一般的皂当然不行，洗一般皂你如果干涉的话，就是清洁而已，但是你可能还要再抹一下乳液啊，做一下保湿。要不然你在冷气房下的话，你会觉得怎么那么干，很不舒服。那如果太干的话，我们皮肤如果一晒太阳，其实会痛，因为没有保护膜了。所以精油皂为什么会一直那么受到市面上喜欢那么多人喜爱，就是因为它的功能性有比较贵一点，但是它的功能性真的比一般我们的清洁皂好很多。除了月饼造型，精心也会根据客人需求，协助寻找不同的模具，让手工皂造型多变，不同节日都能有订单上门。其实都是客户的需要，我们再去帮他们找这种模具来帮他们做。那做的时候，我们像现在目前南区区公所他们现在最近的父亲节有颁发，有要颁发父亲节的活动，所以说就订这个按摩皂，他觉得蛮有意义的，因为跟一般的皂比较不一样，因为他拿回去就可以这样洗一洗，起泡之后可以就这样子做按摩，很舒服。然后这也是一头到底的，就是说头部也可以洗，脸也可以洗，身体都可以洗。好，所以我们很多皂有的是一皂到底的，一种是只有洗脸部的，洗身体还是有分开。好，所以我们有做很多像这些造型的部分，像不同的颜色、不同的功能，比如说你喜欢海洋系列啦，你可能比较缺能量啊，那我们就跟客户问啦，你如果比较缺能量不足，皮肤比较暗沉，那我们就用海洋系列啊。那如果说我想青春一点、冻龄一点，那我就用玫瑰的啊。好，那我想说我要更有活力，还要更有杀菌功能，不要避免蚊虫咬伤。那我们可能就是会用一些像这个姜黄啦，还是我们的香茅的部分下去调在一起使用。天然精油皂基只要经过加热融化，搭配模具的使用，就能跳脱传统肥皂方正的造型，让消费者爱不释手。看看这小朋友目不转睛地盯着眼前的蛋糕，恨不得能全部带走。未来过节烦恼到底该送什么礼盒，才不会让对方吃下太多热量？手工皂礼盒或许是个不错的新选择。全台湾上大的文旦产区伫台南，其中有个以麻豆文旦上界出名。为了协助农民行销文旦，台南市政府举办保佑台湾幸福仪式。市长黄伟哲也出席宣传的记者会，伫现场展现行销文旦的功力。为着要让更较侪消费者会当食到麻豆文旦的好滋味，9月3号要伫咧麻豆大田府举办麻豆文旦节。活动宣传记者会现场嘛有用文旦呈现的台湾地图，由市长黄伟哲插上销售No.1的旗仔，向全国民众推广上当季、上新鲜的麻豆文旦。9月3号，我们在麻豆代天府的旁边的大型停车场有办理我们今年的文旦节产业活动的一个开始哈，提供一些相关多的一个彩绘活动，包括体验活动以及一些闯关游戏。那我想提供给各位好朋友们，大家带着小朋友来
来参与我们今天产业活动。有着上熬行销农产品名号的市长黄伟哲，嘛展现伊行销的功力，现场推广用文旦做的农产品。文旦的制品很多，柚子饼啦，还有刚刚提到的这个脆片儿，我都不会卷舌，好，梅柚片儿就是这个，好，这里面，啊，这梅柚片，柚子生梅柚片，还有柚子茶、果茶，好，还有这个洗头洗脸，这可以说应有尽有。文旦要安怎种？黄伟哲嘛讲袂加讲，互大家知影。这就是最厉害的麻豆文旦，你看这个老长30当起条，头儿尖尖，好，没有两撇胡子，好，它这个底部都很平整，纹路很细致，这就是最厉害正宗的老张麻豆文旦哈。那你麻豆文旦够几行厉害的，因为它是直接，你假料变一试成麻豆文旦很酷，一试就成主顾哈。麻豆文旦是全台湾上出名的，品质嘛是相当的好。政府嘛有文旦相关的优惠活动，目的就是要让消费者买到上好的文旦。欢迎大家来多多支持。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针对年底选举，昆山科技大学的量化研究中心公布因所做的台南市长参选人的民调，在表态的参选人当中，现任市长黄伟哲得到5成外的支持度。透过报道做回来了解。最近，民进党伫面临中国禁止台湾部分农产品销入、数位中介法、柬埔寨诈骗案以及地方治安等事件冲击之下，敢会对着年底的地方选举产生影响，引起热烈讨论。对此，昆山科技大学量化研究中心进行民调研究，结果近期出炉，也是现任的市长黄伟哲得到57.6%支持度，大幅领先其他的参选对手。就此次民意调查的结果来看，那目前现任市长黄伟哲的支持度有57.6%，那相对于另外一个对手呢，就是国民党的谢龙介，他的支持度只有14.5%哈。那这明显的可以看出他的差距哈，这个差距高达4成多啊，也就是说相对来讲，这个黄伟哲的选情是比较稳定的哈。那如果从这个基本资料来做交叉分析的话哈，也可以看到哈，国民两党的支持者对于国民两党自己的候选人都有很高的支持度。那只是说，在民进党他的一个整个支持度的表态是比较强的。市长黄伟哲在接受访问时表示，这次的民调结果甲过去媒体所做的趋势拢无变，显示出市府团队的努力被大家看到。这一步一脚印啊，但是从过去我记得也有媒体、电子媒体还有其他的部分，大概是这个趋势。目前为止，我们也是趋势都不变。那我们希望说，我们市府团队的努力能够被看见。那也谢谢市民的肯定。不过，这个选举就像打棒球一样，没有到9局下还不知道结果，我们会持续的努力。好，那这个临渊履薄，那这个继续在把这个施政的成果让市民朋友知道。原以为近期真侪不利民进党的事件会对着台南市长选举造成冲击，但民调显示并无太大影响，而且黄伟哲伫男性也就是女性的选民，拢得到将近5成支持度。另外，嘛有5成以上的选民支持黄伟哲连任。由此，嘛当看出黄伟哲这种表现得到市民大众的肯定。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9月2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碧纯，咱再会。